六哥，今仔初几啊？哦，今仔日6月13啦。哦，到今仔日吼为止啊，咱已经吼无聚会已经超过4礼拜啊呢。哦，已经过来礼拜，大家拢无通啊相见面啊，对啊，心情真正真鬱卒啊！是啊，真正有够思念大家的啦。好，咱今仔小组来见面啦。好哦，好哦，咱来去迄落问个恁兜吼，来小组报告啊。啊，咱今仔日几点去恁兜小组较方便啊？好哦，好哦，今仔下晡4点来阮兜。红啊，笑啊，六个，久无见啊，即阵吼拢无法度见面。手哦，即摆袂当握手啦，即摆爱啊，无要安怎咧？即摆爱用手臂安尼打哦，安尼啊，哦，哦，安尼哦。欢迎恁进来坐。啊，等，迄口罩，口罩过来挂哦。哦，毋过挂咧，要啥喘气呢？喘气足歹喘气的呢。来，进来坐。欢迎恁进来坐。我发现吼，迄口罩了，佫有别种功能诶。我会当，你也目睭咧伤光无，佫通做眼罩。你毋捌食过猪肉，嘛捌看过猪颈咯？口罩遮大片，当然嘛是爱遮住口鼻。口罩也无遮住口鼻，是袂当防止肺炎病毒对咱的感染。口罩爱遮住口鼻，口罩是要保护别人，避免家己的喙呐喷着别人。再来啦，口罩铁丝的部分爱压着鼻梁。口罩有分深的甲浅的两个部分，深的从外口，浅色的伫内底。假使讲口罩两面的颜色较共款、较相共，爱看口罩下底的钢印伫外口有皱褶的，还佫有手仔口罩当做眼罩，安尼是无卫生的啊！手啊，咱上线上哦，要啥 RPG 啊，我毋知影，恁敢知影？当然咯，我伫教会防晒无，逐项嘛拢准备好啊，毋管大细项的。你来看，用安尼线上网络的话，数字会个。哦，贵哦，袂歹哦，你真正是风动武林，惊动人教，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的一个风动的阿手哦。六个。线上 RPG 不是用一条线咧击倒啦，又不是小学生咧玩传声筒游戏，咱是伫网络顶一起祷告啦。哦，是安尼哦，哦。目前台湾疫情的严重的时，咱改变 RPG 的祷告方式，用网络的通讯软体来祈祷，透过 RPG 祷告，以上帝为中心的祈祷，互咱会当圣神充满。有彼此赦免、原谅甲相听的力量，有快乐，最后才会当彼此分享需要，互相代祷，也为着教会甲上帝国的事工来祈祷。哦，有人来哦。你佫有招别人来哦？无啊，我还有招别人来，我来看卖啊。警察先生。你下点要创啥物？哦，有人甲阮检举讲恁内底咧群聚啊，安尼来检查一下。安尼哦。报数。1、2、3。哦，安尼恁无超过5个，除非会记戴口罩。这个警察先生。信主会当互你真平安，上帝祝福你甲你的家庭哦。真的吗？这若是有影的话，我嘛要来信主。咱做伙开始来 RPG 的祷告，阿拉上帝，互阮会当实在这个警察先生，这个警察先生愿意相信主耶稣，万感谢你。哦，迄片啊，连阮囝都救出来哦，厉害，哦，厉害。